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疫情相关的消息。昨暝来传出讲，台北市松山区某一间的国中有一个学生来确诊。昨暝10点外，学校是紧急来通知着家长，讲今仔日学校停课1天。若确诊迄个学生的班级是停课14天，该线顶上课。讲这个确诊的学生一开学就到学校去上课，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昨去看医生采检，结果是阳性确诊。伊是住伫个中山区到松山区来上课，通勤的方式是坐运，也则是坐公车，这个疫调也未出来。伊下课了后，阁有参加4个人的家教班，这做伙上课的同学嘛拢去互抗烈。伊阁有一个读国小的小妹，所以这间国小今仔日嘛预防性来停课1天。透早大人真辛苦，载囡仔去读册，才发现讲停课啊，敢若看到。环保局人员伫消毒，因为台北市松山区某一间国中有一个7年级的学生确诊，伊9月7日正常上课，人阁好好，初到时人无爽快，请假去采检确诊，今仔日全校停课1天。确诊的学生因迄班有29个人，停课14天。 9月1号开学到现在都有来上课吗？是有胸口不舒服，但是在这之前孩子完全没有其他的健康状况。学生有跨区就读的状况，所以他平常上学是爸爸妈妈载他来，还是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？目前这个部分我们在了解当中。下课后有一个家教班，那目前这个家教班是属于4人的小型家教班。确诊的学生为中山区到松山区读册。 有坐公车也是坐捷运，目前学校爱搁调查。下晡联合病院的医护人员入到校园，全校师生分年级等学校分流做 PCR 采检。这个确诊的高中生因小妹读中山区某一间国小，嘛预防性的停课。校园的篮球场有封起来，希望讲疫情嘛封会掉。